人对我讲，咱来去耶和华的厝，我就欢喜。这是要来吟诗，因圣诗第55首，就听天使咧吟讲。圣诗第55首，就听天使咧吟讲，就听天使咧吟讲，规阳光伫新生王，地上和平，人受温，上帝做人搁亲近。世间逐个着奋起，参加天君来欢喜，着甲天使斗声明，基督降生白日行，着听天使对因讲，阳光归伫新生王，会将请起立。在声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搁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会众请坐。启应文第50篇。记载伫圣诗后壁面1091面。启应文第50篇，显着咱做伙来读。至高上主的神临到我，找我去传好消息予散食人，宣布受掠的得到透放，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安慰所有悲哀的人，
伫锡安悲哀的人，欢喜的油代替悲哀，因受称做公义的树。我要用信息甲因报赏，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这声所有看见因的人会承认因是上主赐福的子民。阮做伙压头来祈祷。阮伫天父阿爸爸全能的主上帝，感谢你过去每一日的固守甲引带阮。今仔日是大港节的第一个主日，阮希望你的神会当亲自降临来到阮的中间，互阮知影今仔日是代表期待甲希望盼望，阮要迎接救主耶稣降临的日子。主啊，阮大家聚集伫遮，做伙敬拜俄罗你。俄罗你是配得荣耀权柄的神，阮拢要安尼俄罗你。愿咱的主耶稣基督上帝，也是阮的爸，你会当得到俄罗，照你的大怜悯来，互耶稣道成肉体，为阮的罪来定是去价，佮透过耶稣基督对世人忠告我，互阮有了盼望。阮安尼感谢你，主啊，赏赐盼望的上帝啊，互阮对信仰来充满逐项平安甲喜乐，嘛会当对透过信心的来得到满满的盼望。阮拢总会记得，因为这是上帝所要赏赐互阮的恩典。主啊，阮逐工拢需要互你来充满，求你赏赐阮聪明、智慧、能力、平安、喜乐甲盼望。主啊，阮要安尼学乐你。主啊，求你会当互阮的学乐，拢会当成做芳芳的祭来传甲伫你，互阮会当用心灵甲信息来敬拜，互阮会当活出你的款式，互阮成做传福音的使者，成做你爱的管道。主啊，愿尊贵荣耀拢归乎你。主啊，阮嘛将台湾交托伫你的手中。昨选出地方的首长，虽然可能有人欢喜，有人悲伤，毋过希望你会当透过你的神来引带这个首长，来成做上帝的国，会当互阮会当看到你为着台湾，互阮会当看到上帝伫台湾这块土地顶面，互阮有满满的稳定。主啊，阮嘛将阮的祈祷摆咧伫你的面前，透过上帝神来到阮的中间，请你困救阮的，请你应允阮的困求，也接纳阮的悔改，互阮每一日拢会当平安喜乐。总是阮拢有做无够野的所在，也总是困求主你过来赐福互阮。阮只是要齐声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色，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人亲像伫天人。阮的历史你敢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抵触阮的地气，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求你，听阮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困求的声。赞美。圣歌队今仔日要吟的诗歌是《请来，请来，以马内利》。
圣经记载自以赛亚书61章第1节到第3节，以及路加福音第4章16节到24节。现在请听我来读。以赛亚书第61章第1节：主耶和华的神临到我，因为耶和华用油抹我，互我传福音予丧乡的人，找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受掠的得到讨放，受关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年，报告耶和华欢喜的年，甲咱的上帝报仇的日，安慰一切悲哀的人。伫锡安悲哀的人，用花无想事意来代替恢复，欢喜的油来代替悲哀，懊恼的衫来代替忧愁的心，互因称作公义的树，就是耶和华所在的，来显明家己的荣光。路加福音第4章16节：耶和华到拿撒勒，就是伊生长的所在，伫安息日，照伊平常的法度立会堂，就徛咧读。有人将先知以赛亚的册予伊，伊就掀开，找到迄所在所记讲：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伊用油抹我，互我传福音予丧乡人。伊有找我，予受掠的人讲，因会得到讨放；甲痴迷的讲，因会得到国光，来讨放受压制的人，宣传主欢喜的年。耶稣学册行这事，就坐咧，伫会堂的众人拢注目看伊，伊就开喙对因讲：即个圣经的应验，恁今仔日有听见啦？众人拢干净伊，奇怪伊的喙所出稳定的话，就讲：即个囝毋是约瑟的囝吗？伊就对因讲：恁的确因即个俗语对我讲：医生啊，你着家己医。既若阮听见你行伫甲别弄的，也着行伫遮，就是你的本所在。佮讲，我实在甲恁讲，袂有先知伫本所在，互人接纳伊。正道，郭牧师今仔日要正道的题目是神悦纳人的喜年。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对今主日开始，咱就进入到伫圣诞节的节期。伫顶礼拜大概有介绍，教会的年日是对圣诞节的节期开始。因为教会的年，也是讲基督的年，是以耶稣基督做中心，所以伊是用耶稣基督的出世来做即个年的开始。今日拄好是大降节的第一主日，咱有由即个学生团契的代表替咱点到第一支的蜡烛，希望通过即支蜡烛，互咱看见耶稣伊降生所带来咱的期待，咱的愿望。请咱同心来祈祷。主，阮用谦卑的心，要来领受你所启示的话语，求圣神即时阵开阮的心，开阮的目睭，互阮有耳孔通听，也会通用心来领受。献上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我相信伫生命每一个阶段的内面，咱拢会因为目标无共款，所有无共款的期待。亲像讲，伫求学的即个阶段内面，咱的期待会通得到好的成绩，会通考调理想的学校。伫食头路的阶段内面，咱的期待会通找到一个合伫咱心意的工作，上好是
即个工作薪水真悬。哦，搁较毋茫的是，即个工作是钱多事少离家近，睡觉睡到自然醒。哦，咱拢真期待讲有即款的工课，哦，来伫遐来做吼。伫即个成家的阶段内面，咱也会期待，咱另外一半，毋管是咱的丈夫还是咱的太太，拢对咱会通珍惜，会通疼惜，也即个囡仔会通平安健康来成长。但是咱无得否认，有时阵期待愈悬，伤害也是讲失落感就会愈大。因为代志并无照着咱家己所期待安尼来成就。上悲惨的是，迄个结局根本毋是甲咱大家期待的相款。拄则伫即个咱的就学执事祈祷中间有讲起，咱昨选举结束啊，即个结局是毋是有符合伫咱的期待？检说有诶是符合伫咱的期待，有诶无符合伫咱的期待。总是伫即个民主选举的过程就是安尼。咱有期待，但是事实可能甲咱期待无共款。总是咱要相信一项代志，就是上帝永远立你。上帝永远立你，无论是甚物人来做首长、做领袖，上帝立你，就咱会通真安稳。继续来过日子。咱知影过去伫即个重男轻女的时代中间，士大人因嘛有一款期待，迄个期待是讲新妇会通为着即个家族，即个家族会通生一个后生啊，总是若是即个当即个新妇生查某囡仔的时阵为着要弥补因迄个失落感检测伊咧甲伊的即个囡仔号名的时阵号甲真有意思有诶查某囡仔就号名叫做招弟嘛毋嘛讲后一梯是啥生一个查甫的若是讲一直拢生查某的迄个名有可能叫做弱男啦好亲像查甫囡仔安尼啦弱男安尼佫有一寡啥懵痴啦懵腰啦佫有懵老啊我过去伫咧高山教会咧服侍的时阵，有一个家庭，拄啊因内底拢生查某囡仔，即三个名拢有啊，懵痴、懵腰、懵老伫迄个家庭中间，即三个名拢有啊所以咱会通知影讲，为号即个名是期待讲后一体会通生查甫囡仔。亲像安尼，有一寡人伫信仰的顶面。嘛，对因所信靠的对象，对这个生命，嘛会有一寡期待。通常一般的人，上基本的期待就是使我穿、使我食、使我欠钱免还、使我平安大发财。拢是一旦咱所信的迄个对象，伊无法度满足咱的期待的时阵，因往往会受到真悲惨的结局。约了差不多40-50年前，咱知影台湾社会真流行迄个大家乐签赌嘛。咱定定会通看到，尾后变做六合彩，香港迄边的。即个大家乐签赌的过程中间，当迄个即个结果出来以后，咱就会通常常看见，伫即个路边啊，也是讲伫水沟内底啊，也是讲迄个粪扫堆内底。看见互人气杀，互人气杀迄个生命的偶像。有诶是互人断骹断手，有诶是互人射鼻射耳，毁容啦。因为这这跋筊诶人安怎讲句，所以就掠这生命伫遐出气。所以伫迄个时代，其实有足侪互人气杀即款诶生命。这可能相片有较无清楚咱也会通去 Google 你若是拍迄个大家乐签赌神明被遗弃你就能看到就是即款的相片所以有的人就特别去收集这，互人
牺牲的生命。那遐这，咱对基督信仰是毋是嘛存在着用即款自我中心的期待？咱是毋是真正会通明白，也是相信上帝伫圣经中间所讲一切关系拯救的好消息，已经通过耶稣基督的降生来到伫咱的世间。互咱伫大港节第一主日，通过先知伫旧约圣经中间所讲关系弥赛亚降临的预言，咱搁再一摆用期待仰望的心来迎接这位救主耶稣的降生。自从主前586年南国犹大嘛，互巴比伦帝国来毁灭以后，咱知北国以色列是主前722年，互亚述来毁灭。咱看见以色列这个国家就无搁再存在，除了真少数丧乡的以色列人要留伫巴比伦留伫迦南地这个所在。其他的人拢受了，互即个巴比伦人掠去到伫因的土地巴比伦的所在，伫遐因过着完全无仰望的日子。互咱通通过诗篇137篇的内容，来感受到遮个百姓因真绝望、悲苦迄款的心情。伫即个所在，即个诗人安尼讲：阮坐伫巴比伦的河边。一个想到锡安，目屎就流。阮将琴吊伫遐的柳树，伫遐掠阮的人叫阮唱歌，苦楚阮的人爱阮，互因快乐。讲，甲阮唱一条锡安的歌。阮伫异邦哪会唱会出敬拜上主的诗歌？你是一个接下球，你哪有可能伫人的土地内底？伫遐唱出俄勒敬拜上帝的诗歌。其实伫即个以色列也是犹大这两个国家灭亡进前，上帝伊捌找侪的先知，将上帝准备要审判这两个国家的代志，王甲所有的百姓来提出警告，因为因毋若背叛上帝，违背上帝的诫命律例，侍奉迦南地的神明，搁做上帝看做是歹的代志。也最后，因既然将迦南地的神明拢摕入去到伫圣殿内底侍奉，所以真可惜，遮个百姓无因为因遮个行为来悔改，反倒伫遐大大惹上帝生气，所以上帝就决定要通过外邦人的手来毁灭、来处罚家己的选民。虽然上帝以色列人有言，因会因为家己的罪受掠去到伫巴比伦，总是照伫上帝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应允的话。就是以色列人要永远徛起伫应允的土地，等候日期满足的时阵，就是70年以后，上帝伊要找弥赛亚来甲因解救，互因会通重新进入到伫迦南地，就是上帝应允的土地，领受上帝的祝福。这拄拄是今日头一段经文中间先知以赛亚。遐踮伫真绝望的处境中间的以色列人所讲安慰的话，伫今日经文中间，咱拄则有读到。我即摆用现在台语译本来读。以赛亚讲：至高上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上主用油抹我，伊找我去传好消息，互散车人，医治心灵破碎的人。宣布受掠的得到跑放，受赶的出监牢。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甲咱的上帝替伊的子民伸冤的日，安慰所有悲伤的人，伫锡安悲哀的人，以树荫花冠代替恢复，
欢喜的忧代替悲哀，称赞的衫代替忧伤的心。因受称作公义的上树，是上主栽种的，要显明伊家己的荣光。伫以赛亚这段预言的中间，咱会通看见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关心甲疼痛。有影，咱知影讲，这个伤心的人，得到医治；受掠的人得到讨放；关监的人会通出监牢，并且会通宣布上帝恩待人的年。拄拄是这受掠去到伫巴比伦，真做接下像以色列百姓的心声。自从国家灭亡，首都互人来甲伊拢毁灭，甚至圣殿也拢烧了去。互咱看见以色列人，好亲像是一阵敢若无有雾梦，伫遐四界漂流，即款的浪人。通过先知以赛亚的喙，将这好消息传互愿意伫上帝面前谦卑悔改的人，因的心就通得到安慰甲医治。总是咱知影讲，以色列人所期待的迄个弥赛亚，点赛甲因心内所想的，甲上帝所应允的较无共款。因期待毋单单是重新转去到伫即个应允的地，然后恢复过去迄个大笔王朝的荣光。搁较要紧是因会通强，变做是一个真强盛的国家。但是咱知影讲，上帝心意甲因所期待有一个真大的差别啊。事实上，伫耶稣未出世之前，确实有一寡咱讲的领袖级看起来敢若是亲像弥赛亚的人，也有出来带领以色列百姓，伫遐暂时会通建立一个真独立的王朝，来甲遮的统治者对抗。但是拄则有讲，这毋是上帝的心意。上帝毋是要搁起造一个王国，然后伫遐人甲人伫遐对立。所以，这个独立王朝真紧就无啊。伫几十年的中间，因虽然通达到独立即款的阶段，但是真紧就搁无去。耶稣为着要引带犹太人对弥赛亚有正确的认捌。所以引用这段经文，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讲的经文。伫传道的工作中间，成做伊上主要要宣讲的信息。但是咱看耶稣今日所讲的迄个经文中间，伊敢若引用到宣布耶和华的年啊，后壁就拢无讲。甲以赛亚伊所讲的即个预言，是有真大的差别。耶稣讲到伫即个耶和华恩典的年，咱知影耶稣伊接受行洗礼约翰的洗礼，并且用伊信心引带到伫旷野受试探40天以后，伊就满有圣性的权能，去到伫加利利，开始伫各会堂的所在来宣讲悔改的信息。大生伊来到伫家己的故乡拿撒勒，也当耶稣伫安息日来到伫会堂的内面，有人将先知以赛亚的册摕互伊，伊就掀开一位的所在讲：用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伊用油抹我，互我传好消息互散车人。伊差派我宣布受掠的得到讨放，无看见的搁看见，受压迫的得到自由，宣布主恩惠的年。耶稣就敢若讲到遮尔，然后圣经合起来，就交互接书。伫即所在，耶稣真清楚来指出，弥赛亚是为着要来帮助遐受苦的、心灵破碎的、受人捆绑的，还是讲是一寡悲伤的人。
伊来到伫即个世间所要做的就是遮个工作。所以对安尼会通知影，伫上帝拯救的计划中间，复兴以色列国并毋是上帝最后的心意。上帝最后的心意是要互世间的人拢会通真心，会通甲上帝建立好好的关系。也正确来讲，上帝伊所要恢复、伊要复兴的伊的国度是上帝的国度，毋是以色列国啊。上帝伊家己的国度，伊要通过弥赛亚来复兴。伊要讨棒的是，互撒旦、互魔鬼捆绑的人的灵魂。耶稣就是世间所有的人唯一的愿望。兄弟，咱是毋是会通知影先知以赛亚甲主耶稣因嘴所讲，上帝恩待人的年？这个年，会通讲稳定的年，也是讲喜年啊。真正意涵是啥物？这个稳定的年，这个喜年，甲咱有啥物款的关系？其实稳定的年、喜年，这个字是出对利未记甲民数记的中间，是用第7个安息年来做计算。咱知每一个安息年是7年，所以第7个安息年就是7749，第49年。总是这中间有圣经学者有无共款的理解，有无共款的解说。讲这个喜年是伫第49年迄年，也是讲伫即个49年的过年第50年，拢有圣经学者安尼讲啊。当时拢有人接受就对啊。但是就咱所理解的喜年就是50年嘛，第50年。所以伫即个日子是为着要宣布上帝互一切拢恢复自由。伫即个喜年的中间，是上帝要宣布一切拢恢复自由。那安尼是啥物物件会通恢复自由？大先就是罗卜。上帝设立喜年是为着要表示土地拢是属于上帝。过去检测以色列人有人送香，所以就变卖家己的土地，也是讲互家己争做别人的罗卜。总是到伫喜年的时阵，拢会通得到自由啊！土地会通归还，归还互即个原本的地主。所以喜年阁是称作是自由的年、救赎的年，也是讲耶和华的稳定的年。第二就是喜年，上帝规定讲袂当种作，袂当伫遐种作。检查安尼做会造成粮食的问题，若无种作要哪有收成？因为喜年来到的头一年，第49年是安息年，但是第50年阁是喜年，所以有2年的时间，上帝拢吩咐讲袂当种作。安尼因要食啥物？但是上帝有应允啦。伫即个喜年来到进前，因为有迄个大丰收，因为大丰收会通成做因未来2年的时间，有物件通好食。所以听候即个2年过，即个农作物搁开始收成的时阵，因就会通伫即个过去所收成的遮个物件，因得到饱足，无有欠缺。第三，喜年是要消除即个社会阶层的问题啊，互富有的人会通去关心送香的人，袂当去剥削即个送香的人的机会。因为上帝心意是爱以色列中间有钱的人，爱去照顾送香的人。伫5经的中间有特别记载，恁中间袂当有送香的人，表示讲有钱的人爱去照顾送香的人，毋然呢，嘛爱去好款待外来的人客。这是伫中东的文化中间真要紧的一个风俗，就是当有外地人来的时阵，外面的人来时，你爱好款待因，爱甲因接待。所以就爱好
款待即旅外的人客，因为咱知影讲以色列百姓嘛，捌住伫即个埃及地嘛，所以上帝吩咐讲，恁有过去即款经验，所以恁就要好好照顾遮外来的人客。但是真可惜，这个命令伫以色列社群的中间，差不多拢无实现过啊。表示讲以色列百姓拢无去照顾送香的人，也是讲好款待外来的人。虽然迄年是上帝伫旧约时代以色列社群所颁布的命令，是为了要保障所有以色列人拢会通享受个人的自由，特别是当因互外族统治的时阵，佫较是望讲因会通恢复迄个自由。总是主耶稣伫新约时代，却是互迄年一个新，佫会通满足上帝心意的解说。就是讲灵魂得到自由。耶稣伊伫即所在所讲的迄年，毋是讲再是罗卜恢复自由的身份，土地会通安息，无佫振作。即个送香的人受到好的款待，外来的人受到好的款待，即款的代志。耶稣伫遮所讲的是灵魂自由。这除了是主耶稣来到伫世间真正的目的，佫是踮伫末世中间每一个人拢会通领受的福音。有影拯救世间人的灵魂，互伊无佫再互撒旦黑暗的关系来捆绑，恢复甲上帝关系的连结，这是弥赛亚来到即个世间上主要的目的。亲像主耶稣伊所讲的。人子来是要追找佮拯救失落的人。虽然是安尼，并毋是所有的人拢会通甲上帝恢复关系，也是讲有机会甲上帝恢复关系。除非因愿意承认家己是软正，是需要协助的，愿意主动开喙耶稣呼求，因为福音拄拄是为着即款的人来做准备。咱要怎样领受福音？咱若无愿意承认咱需要福音，咱就无法度得到。所以讲，除非咱家己知影讲，咱破病啊，咱讲爱有病耻感。除非讲，咱家己知影家己破病，若无咱讲要承认咱是一个病人，特别是承认讲咱。灵魂，也是讲咱的内心破病，迄真正是真困难。特别你要人讲我即阵真软正，我心灵破病，可能会感觉真见笑。咱伫人的面前拢望讲表现得真勇壮、真健康嘛。咱常常会听见有人讲身体的病痛真容易医，但是。心灵的病痛是真恶的医啊！身体病痛，咱去看医生就好啊。但是心灵的病痛，有当时迄是忧伤，迄款的病痛是真正真恶的，有人会通理解。上大原因是因为破病的人毋知影家己破病，也上悲惨的是破病的人有可能知影家己破病。但是伊袂晓去寻求帮衬。这是讲身体破病的人真容易医，心灵破病的人真恶的医，因为咱无愿意去承认。即使咱家己知影讲，咱真正心灵破病，总是咱嘛是安怎惊歹势，惊互人知，所以就无愿意寻求帮衬。今仔咱拢知影，踮伫即个。世代的中间，咱讲，咱即摆即个世代，啥物拢有啊，真丰足啊，有要食物件真紧啊，出去餐厅就物件通好食。要买衫嘛是向外面的，即个衫店嘛是真侪会通买。咱现在无需要搁再伫遐烦恼民生的问题，但是这并无互咱的生活
无搁再有烦恼。啥怎有即款的问题？互咱已经拢满足啊，啥物拢有啊，啥怎咱犹原搁会为着生活来烦恼？哦，甚至引起侪侪文明的病啊！啥物是文明的病？其中一项就是忧郁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伫今年2022年6月19日报道，全世界8人中间有1个人就有精神的疾病，8人都有1个人。根据上新全世界人数的统计，2礼拜前的统计是有80亿嘛，所以，但是照这个比例，就是有10亿个人口拢有精神的病。世界卫生组织搁在搁较是伫一份这个全球心理健康报告的中间，来表示讲，伫疫情之前啊，伫这疫情之前，伊都一定有10亿个人口有精神病。疫情爆发第一年，即款的症头精神病症的症头增加25%，咱通去计算，若是增加25%，是有偌济人。所以，追求心灵的安慰、满足，也是讲寄托，煞是诚做即个世代中间所有人上期待，也是上盼望会通得到的帮助。这拄拄是现今的社会中间，咱会通看见有侪侪为着要疏解、要透放心灵压力的即款的团体，甚至课程啊，一直愈来愈兴盛的原因。足侪即款的课程，迄阁无俗哦，迄课程拢爱几啊万箍，为着就是要帮助咱会通解决心灵的问题。另外这若是福音，就是透放解救人心灵的好消息。那呢，教会伫即个无平安、充满忧闷、心灵空虚的世代中间，到底会通为着咱的亲人、厝边有需要斗相共的人做甚物？这拄拄是咱伫圣诞节期真值得去思考的问题。另外这上帝欢喜人的喜年，感恩人的喜年，毋若是上帝要解救以色列人脱离奴仆身份所承诺的应允，搁较是上帝要拯救世间所有失丧灵魂的人所想事的恩典。感谢主，因为这个礼物伫2000多年前就是通过耶稣基督的降生，来到伫咱的世间。当时也有侪侪人愿意接受这个救命的福音，来享受受了的得到透放，无看见的搁再看见，受压迫的会通得到自由，这款新的画面。伫耶稣出世以后，伫耶稣迄个时代内底，有真侪即款的人，拢去敲找耶稣来甲伊协助斗相共。耶稣也已经向所有人宣告，来到伫即个世间真正的目的是甚物？就是咱今日一直咧强调的即段经文：受了的得到透放，无看见的搁再看见，受压迫的得到自由。这是一款心灵医治的工作。只要咱愿意承认，咱家己是软正，咱是软弱的，咱需要斗相共，需要人甲咱斗相共。咱愿意大声向耶稣来呼求，亲像过去伫福音书中间，才捌向耶稣呼求、祈求帮助的人共款。
耶稣一定会怜悯咱，会扶持咱，伊也陪伴咱行过死的山谷，医治咱拢总的病痛。当然，咱嘛爱将即个互万百姓拢有份的好消息分享出去，透过咱生命的见证，人来讲起上帝欢喜的年，迄个感乐人的喜年已经成就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啊！伫即个期待望的大港节第一个主日，咱要人宣布甚物款的好消息？这是真侪咱教会爱去思考的问题。咱知影10月开始，新北市的邦桥火车头，每一年拢有办啥物欢乐耶诞城啊。但是我感觉，到底即个活动伊的目的是啥物？是大家伫遐足欢喜参与伫迄个活动内底，真热烈。热烈过去以后，到底留互咱啥物款的印象？我看即个欢乐耶诞城内底，伊所有的布置，毋知有人去看无？拢无耶稣啊！安尼因是要庆祝啥物款的耶诞节？因拢讲耶诞节嘛。因若是要庆祝耶诞节，至少伊的主角爱摕出来啊。咱咧庆祝圣诞节的主角就是耶稣啊。但是一个欢乐耶诞城内底拢无耶稣。那咧，因到底是咧庆祝啥物？咱伫遮逐年圣诞节时阵一直咧宣布讲，即个大欢喜好消息，要报互人知。即个大欢喜好消息到底是啥物？咱有将迄个主角讲出来无？互人会通来领受。这拄拄是咱逐日去思考的问题啊！期待咱伫即个大港节。伫这圣诞的节期中间，搁再一摆会通认真来思考耶稣来到这世间的目的是啥物？咱对耶稣的身上得到什么款的帮助？也咱会通将这个好消息怎样分享给咱身躯边的每一个人？请咱同心来祈祷。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2000多年前，你为着世间人来到伫这个世间。你道成肉体，成做人的款式，成做阮的兄弟，是为着要显明上帝的疼，已经来到伫这个世间。天父，你无愿意看见世间人搁再互魔鬼的关系来捆绑，无愿意世间人搁再踮伫黑暗的中间。你互耶稣成做光，来到伫这个世间，互阮通过。耶稣，伊的死，伊的活命，伊的拯救，阮人生甲上帝恢复关系。做伫即个大港节第一主日，阮要用期待望，互耶稣，伊搁再一摆进入到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祝福耶稣的医治，将阮过去一切。所受的伤害，拢除去，互阮心内一切的郁卒，也会当除去。因阮知影，耶稣就是大医生，伊的确要医治阮，无论是身躯的病痛，还是阮心灵的病痛。主帮助阮，互阮伫即个大港节。也是圣诞节的节期中间，真心来思想耶稣为什么要降生伫这个世间？祝福阮遮大心已经领受这个大欢喜的好消息的人，阮愿意来分享这个福音，互所有世间的人，也是阮身躯边的亲人朋友，会通知影。圣诞节的主角是耶稣，互因知影，只有耶稣会通医治阮心内一切的病痛，互阮一切郁卒
忧伤，拢得到透放。就亲像今日伫圣经中间一直咧强调，一直咧讲起的代志，受了的得到透放，无看见的搁看见，受压迫的得到自由。主，阮望阮的灵魂会通得到即款的自由。阮也望伫阮四周的人，因的灵魂也会通得到即款的自由。祝福阮伫即个圣诞的节期，也真认真来思想，摇花欢喜人的喜年，已经临到伫阮的世间，也要分享，互每一个人拢会通领受。献上阮的祈祷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是要来吟圣诗第42首，请来耶稣，阮所望。圣诗第42首，请来耶稣，阮所望。请来耶稣，阮所望。救主民得到自由，让阮脱离一切压迫。活命对你的保守。来讨帮受难的同胞，救因出黑暗地狱。你会疼痛，互阮的确信，会明白人生目的，会将请起你。耶稣，阮所望，救主民的自由。阮脱离一切压迫，活命对你保守。阮来到受难的同胞，救因出黑暗地狱。你会听，互阮的确实会明白人生目的。耶稣，你在路旁，互世界悲心创造。万苦拢得清我命，正邪恶归顺真道。离开光明的将来，你成功的给阮目睭，拄起一切人类理想，行行中望的心。会众请坐。这是要来应答上帝话，奉献，请秀珠执事甲玉芬执事。会众请起立，因奉献的诗。会众请坐。报告的大先，咱坐下来读今仔日的经句，台语读2遍，华语读1遍。台语：至关上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上主应允我，伊找我去传好消息，互善家人。
伊伫心灵破碎的人，宣布受掠的得到讨报，上官的出家罗，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甲伊的上帝替伊的子民伸冤的日，安慰所有悲哀的人。以赛亚书61章第1到第2节。只愿上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上主应由我车试传好消息予散者人，伊伫心灵破碎的人，宣布受掠的得到讨报，受害的出家罗，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甲咱的上帝替伊的子民伸冤的日，安慰所有悲哀的人。以赛亚书61章第1到第2节。翻译：主耶稣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上帝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以赛亚书61章第1到第2节。咱掀开周报第3面，关注家训的部分。今主日是大港节第1个主日，由学青团契代表点到第1支的蜡烛，代表期待希望的蜡烛，请兄弟有备心来迎接救主耶稣的降临。今主日开始发送2023年台湾之美的活力，予兄弟姊妹，请每一户为单位到招待道来领取一份。要甲教会一节订购圣诞歌的兄弟，到公布栏来听下口味甲数量，并且甲费用交予蓝美姐，到今主日为止。今下晡点半要举行预算会议，请中职甲各团体的会长甲圣歌队队长务必出席参加。今主日礼拜了后要进行，要做礼拜堂圣诞节的布置，请兄弟踊跃参加。本礼拜三查经祈祷会，查经的部分由郭牧师主理，祈祷会由谢传长老主理，请兄弟踊跃出席参加，互咱一齐用祈祷来建造合一的教会。陈学谦弟兄甲王幼宁小姐伫本礼拜六上午10点伫台北中华基督教公礼堂要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愿主祝福新家庭。蔡王弟兄伫本礼拜六上午11点伫台北市立第1殡仪馆永怀厅举行告别礼拜，求上主安慰遗族，也请兄弟为遗族来代祷。本会伫12月2号要举行圣诞赞美礼拜，会后中午举行圣诞爱宴，伫辉煌高尔夫球场餐厅。要参加的兄弟，请每户为单位美宴节登记人数，每人的活动的费用是100块。后礼拜是神学生年庭的正道，正道的经文甲信息记载伫下周的讲题遮。顶礼拜奉献若有出力的，爱甲会计来更正。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咱对今主日开始会发送汇率，所以咱用每一户做单位，咱会通摕一份转去过来就是咱接续的拜六，接续的拜六有学签幼年的结婚礼拜拄甲洪安会过别礼拜，时间小可有去碰着因为即个学签甲幼年即个结婚礼拜是早早以前都已经讲好势所以圣歌队的队员甲有几位兄弟会起来参加即个结婚礼拜所以即个洪安的个别礼拜牧师有请即个正道长老来代表来出席
主要是讲即个用怀厅真细厅啦，吼，敢若会通20个至30个人尔吼，所以若有要去参与的，吼，会通看甲进度长老，吼约时间做伙过去吼，伫第一殡仪馆，吼毋通走毋着所在，吼，伊算讲第一殡仪馆个别礼拜了，伊要送去第二殡仪馆才火化，吼，所以即个部分吼，请咱来关心大道，吼，希望上帝安慰即个小美姐，吼，甲伊即个方案的家庭，吼，好，真要紧的就是讲，咱对今仔日开始有要做圣诞节的布置，吼，因为咱下晡有即个有算会议，所以有可能就是讲，咱先将4楼，吼，4楼遐要布置的物件先摕来到伫楼骹。吼，简单的先布置吼，其他的可能就是讲后礼拜咱继续再来布置，吼，希望讲咱兄弟姊妹拢会通做伙来参与伫即个圣诞节布置的即个事工顶面。好，咱今日要带倒的家庭，吼，申汉绵绵，吼，子敬甲即个品书的家庭，吼，特别为着申汉，吼，伊是即个。飞行员啦，吼，敢若是因伫讲过来要飞迄个国际线啊嘛，吼。12月开始，吼，求上帝特别保守啊，因为咱政府嘛一定渐渐开放啊，吼，所以即个国际线一飞嘛是拢时间比较长啦，吼，求上帝保守迄个生产伊的体力吼，精神拢会通伫即个工作的过程内底。拢有上帝的顾守。绵绵还是在家里照顾小孩，还是已经开始上班？哦，一直都有上班。OK， 好。子敬甲平叔是拢咧幼儿园嘛，吼，咱求主来看顾即个家庭吼，特别即两个细囝吼，拢真古锥啊，吼，求上帝保守看顾因，互因通健康来大汉吼。所以咱今日要带倒的家庭，就是申汉绵绵即个家庭吼。好，接续咱公道的事项，咱第一项就是为着昨的选举吼，献上感谢啦吼。无论是迄个结果是咱所期待，还是毋是咱期待吼，咱拢献上感谢吼。拄则我有讲起上帝有愿得接你吼，上帝有愿得接你吼。希望讲通过即个选举的结果。上帝会通感动遮当选的人的心嘛，吼，真正是会通用公义，吼，用即个正直来治理，吼来治理吼，诚做民意代表嘛是爱公正啊，吼爱公正吼，希望咱所选出来的遮个首长甲民意代表，确实会通帮助咱台湾，吼，搁较行伫即个正确的路径顶面，吼。求上帝安慰咱的心啦吼，咱若感觉伫即个选举的中间，心有受伤的吼，拢会通互上帝来安慰吼。第二，咱继续来为着过来12月份，咱圣诞节的时工来祈祷，求上帝替咱伫即个时工的顶面，拢会通有真好的准备。过来就是为着。吼，拄则咱伫即个报告的事项中间，互两个家庭来祈祷，吼，一个是学谦甲幼宁，吼，因要组织新的家庭，求上帝来带领，来顾守因即个新的家庭，也为着小美姐吼，为着小美姐的家庭来祈祷吼，有按算12月11，吼，12月11主日暗时8點，要去小美姐的家庭。来做安慰礼拜，吼，所以咱时间也是会拄好兄弟，咱会通做伙来去来参与伫即个礼拜的中间吼，因为个别礼拜检测咱无多参加，但是咱会通过即个安慰礼拜，来求上帝安慰即个家庭吼，所以特别为着即个代志，求上帝来带领，第三，咱为着明年新的年度，吼，新的年度咱。检测伫即个时间检讨会的中间，有特别
特别来讲起咱明年度大概时间的重点会是伫咱内部内部咱讲温度训练，也是讲即个人命起坐的时间的顶面所以求上帝也帮助咱，互咱伫即个无论若有开什物款的课程的时阵则请咱做伙来参加咱做伙伫信仰的顶面会通学习互相来支持好，咱为着这几项代志咱三体来祈祷，咱会通起立为着这个代志来祈祷。主上帝，阮现在要为着阮教会集体，就是申翰甲绵绵的家庭来祈祷。愿上帝你施恩祝福伫即个家庭的中间，特别为着申翰伫16月份开始要飞即个国际线的航班，愿上帝你顾守伊，互伊出入拢平安，互伊有够也精神体力，伫伊的工作顶面。也求你带领圆绵伊的工作，伫伊的工作顶面，会通互伊的专业来帮助伊的公司，阮也为着子靖甲平叔即两个细囝伫幼儿园的学习来摆咧阮的祈祷，求你互因伫细汉时阵，因为上帝你特别会顾守疼惜，因拢会通踮伫主的厅内面。健康来成长，阮特别求你安慰小美姐因伊的家庭，特别这洪安的太太曼芝甲两个细囡仔这个中叶甲新叶，主求你安慰伊的小妹怡萱因的心检采伫咧失去亲人的过程中间。祝你诚做因的扶持，诚做因的帮衬，互因伫哀伤的过程犹久知影主耶稣陪伴伫因的身躯边，主你要医治因心灵的忧伤。主阮也为着学谦甲幼宁因所要组织的新的家庭摆咧阮的祈祷，愿主你诚做即个家庭的主，也互学谦幼宁学习用主的听互相来款待。祝你互即个家庭也会通诚做你所喜爱新的家庭。阮特别来为着圣诞节的时间，求你引带看顾，互阮所要做一切的准备甲计划拢会通照上帝你所喜爱的方式来办理。阮也为着明年度阮新的目标。
新的时光，求上帝你来引带看顾。通过温度训练，通过阮伫人命顶面的起造，也帮助阮信仰搁较进步进前。阮特别也恳求你特别来固守阮伫昨选举的结果。无论阮伫即个中间是毋是有合家己的心意，总是求主你继续伫阮台湾来掌权立理，互阮所选出遮会当选首长甲民意代表，个人会通为着台湾来努力互阮所做一切的计划拢会通照伫上帝的心意。阮将遮个事项摆在你面前，求你带领，祈祷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特别要来介绍迄个翠娥吼，翠娥过去伫生活学院的中间拢有参与吼，咱特别拄则袂记来替翠娥来祈祷吼，因为先生伫顶个月的月底嘛望主温调吼。求主安慰伊的心嘛吼，互伊会通伫即中间咱兄弟姊妹对伊的关心来得到安慰吼，会真做吼，会找真做嘛感谢迄个苏玉姐吼互伊邀请即个翠儿来参与伫即个礼拜的中间吼，咱兄弟会通特别来甲伊关心嘛吼。好，安尼以上补充报告。这是要因祝贺诗歌第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因是啥，请牧师祝祷。会长请起立。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上帝眼光拯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信心的相通甲感动，甲恁众人常常撒到地地，对这事直到主过来。阿门。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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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阿门。请坐，麦倒。